大家好，我係夢飛，歡迎翻去訂閱按讚星之火頻道。今日會分享關於谷子喬喺2023年嘅5月20號嘅演唱會。日前個門票公開發售啦，咁就喺好短時間之內，24小時之內就主辦單位尋日宣布咗喺5月21號咧就會加開一場。門票喺下個星期五4月28號公開發售。谷子喬知道加場嘅喜訊呢，就非常之開心，咁喺度講好多謝大家，5月20號係非常之好嘅日子，所有門票24小時之內全部賣晒，好多謝大家對我嘅支持。為咗表示大家對我嘅支持，我決定5月21號加開一場。佢性感嘅造型拍攝咗演唱會嘅海報啦。海報曝光之後呢，就大家都大讚佢好性感。佢喺度笑住講，其實只不過係露膊頭啫。谷子喬自覺海報之中嘅紅唇最性感。講到性感嘅定義，佢就咁講，佢覺得自己聲線性感，而且有感性。我睇人哋最性感嘅地方，亦都係聲線。之後會睇佢嘅眼珠同埋瞳孔，好似可以喺雙眼裏邊望穿對方。佢離開 show 只係剩翻1個月，佢喺度笑住講，籌備得只係1122啫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會交足100分。好，我哋喺呢度祝佢演出成功，下次見。